高雄美浓的社区发展协会推动飘飘河耍水的体验，中秋节搁来加码，伫准高底来野人嘎嘎，要让游客来感受一个落水底找钱的趣味。有钱对天顶压落来，伫叫声当中，大人囡仔伫水内底，甲手伸好长，想要捡钱。不管是汤包摕的阿伯，或者是骹手真溜利的小朋友，每一个人拢拼要甲水底银角浮起来，会使浮起来，拢算是中秋节的礼物。捡到多少钱？很多钱，很好玩。啊，到水里捞的吗？对。这是高雄美浓的水圳，中秋节举办水圳捡钱的活动，目的是让民众做伙佚佗，呈现过去生活快乐。美浓社区发展协会嘛结合水圳的特色，推出飘飘河的活动，透过耍水，让更加侪人熟悉这的水圳文化。美浓边缘重要的灌溉水道，伫社区经营的氛围变作充满笑声的所在，嘛伫中秋节，让民众笑甲足欢喜的。